英島火山爆發，當地人話今次嘅噴發好唔尋常，依家完全講唔出英島今日都好有精神啊！呢啲話啦，由今日開始一定要密切留意英島嘅動向，火山噴發同地震有機會連動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。今次嘅熔岩噴得好勁，連平時已經好習慣嘅當地人都話今次真係唔簡單，由此可見情況有幾嚴重，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，安全第一。近年英島重大噴發資料，大正大噴發發生喺111年前，造成58人罹難；安永大噴發發生喺246年前，造成153人罹難；鬼界破火山口噴發大約7300年前爆發，直接導致約1萬人死亡，之後因為饑荒同疫病，仲奪走多約9萬條人命，令南九州嘅成文人幾乎滅絕。